大家好，我係西把定巴士電台，歡迎嚟到今日7點新聞報導。因為情況危急，所以周上軒有講人哋花名 A23個花名。我哋一齊睇下啲錄音同埋啲信息。林九軒食你嘅屎啦！林九軒，點啊林九軒？林九軒玩殘你啊！我會夠膽鬧林九軒啊！同你講杜卓安，你幫住林九軒唔得嘅，同你杜卓安啊話俾你聽，你唔好再幫住個林九軒啦，唔該。林九軒唔好再玩嘢喎，同你講。林九軒你去食你嘅屎啦，同你講。同你講啊，林九軒，我唔會再去呢咁嘅垃圾活動啊。Hayden 啊，你冇資格刪除我信息啊，同你講。